4條線都慢車嘅，平均車速大概係少過10啦。用20分鐘塞車嘅時間，其實可以做到好多嘢㗎。我只能苦笑嚟回應你。有得揀，有人會俾錢買時間。隧道收費調整對交通真係好大分別，貴少少就唔塞啊嘛。咁我會揀貴少少嘅路嚟行嘅。政府檢視全港隧道收費，咁收翻成本，調節車流要點樣平衡？買車第一次就有個首次登記稅啦，咁啊佔咗60%至到差唔多100%嘅車價。某一啲地方真係要收錢咧，都要合乎民生嘅。完全唔收費就係一個即係最壞嘅情況出現啦，冇做到任何嘅車流去分流啦，或者管理地面越嚟越塞車啦。考慮一條隧道或者係任何一段公路，究竟應唔應該收錢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比較統一嘅清晰嘅原則同埋個價值觀嘅。歡迎收睇新聞透視。香港人多車多，無論揸車定搭車，都總會遇過塞車。嚟緊中九龍幹線通車，市民終於有多個選擇來往東西九龍。不過通車嘅前夕，政府話原來行新路要俾錢，會唔會影響咗分流嘅效果呢？唔同嘅隧道幹道收費幾多？到底有咩準則？李思朗住喺青衣，佢每朝準時8點幾出門口，揸車去將軍澳返工。今日落暴雨，今日落大雨啊！每次一上車，佢都會打開導航睇下嗰日嘅路面情況。拍攝當日撞正黃雨，李思朗話已經打定輸數。今日天氣係糟糕嘅一天嚟嘅，我而家落緊大暴雨，咁所以就龍翔道逢落雨咧，就例牌都有交通意外㗎啦。咁finger cross， 希望今日唔好啦。由青衣去將軍澳揸車，最快20幾分鐘就到。呢日導航已經預要47分鐘，咁點知連龍翔道都未到，李思朗喺葵涌已經開始塞。你見到呢個位4條線都塞晒，4條線都慢車嘅。呢度就係第一個遇到嘅瓶頸位啦。嚟到龍翔道，一如預期遇到第2個樽頸位。行龍翔道嗰個顛簸感就會比較高啦。避震器殺手啊！剛才嗰啲水氹啊，其實都比較多。咁而家咧就嚟到第2個嘅塞車位啦。咁呢度開始慢車，筆架山花園開始慢車。塞一段，行一段，本身幾分鐘嘅車程，李思朗用咗20分鐘先去到彩虹交匯處。呢段路咧就係咁多個塞車位入面咧最嚴重嘅一個部分啊！即係平均行駛速度最慢，而家平均車速大概係少過10啦。龍翔道咧係我阿爺揸車嘅年代咧已經用緊㗎啦，佢最愛嘅道路嚟嘅。咁可想而知，即係龍翔道嘅設計啊，或者係嗰個容量咧，也許已經跟唔上我哋成個九龍市區嘅人口增長啦。咁最後佢揸咗足足成個鐘先去到將軍澳。佢話雖然大雨揸得比較慢，但其實平時都唔快得幾多。明明唔塞車，禮拜6日揸嘅時候，可能係20分鐘、25分鐘、30分鐘以內嘅事情。我繁忙時間平日返工，我係要用50分鐘以上，其實係痛苦嘅。用嗰20分鐘塞車嘅時間，其實可以做到好多嘢㗎。以香港嚟講，咁所以我只能苦笑嚟回應你。好似李思朗咁，要來往九龍東西，而家有幾條主要幹道可以揀。不過繁忙時間，龍翔道同亞皆老街嘅使用量已經超出容車輛1成以上，加士居道天橋更加超出接近4成。為咗舒緩交通擠塞，政府起中九龍幹線來往油麻地同啟德，預計今年年底通車。
嗱，到時車程可以由而家嘅30分鐘縮短到5分鐘。通車在即，由巴士公司就做定準備，呢日嚟到視察新路線。新線由將軍澳經中九龍幹線直達機場，負責規劃路線嘅黃家俊相信可以大大縮短車程。咁現時其實我哋往來機場同埋將軍澳嘅路線呢，都會需要經過九龍區嘅一啲嘅繁忙嘅路段啦。咁我哋藉着嚟緊中九龍幹線嘅啟用啦，車程時間呢會大大咁縮減，大概60%左右。咁我哋期望咧喺60分鐘之內咧，咁乘客就可以往來日出康城同埋機場㗎啦。咁除咗設計新線，佢哋都計劃緊將部分現有嘅巴士線改道行中九龍幹線。黃家俊話：唔單止慳時間，仲期望可以分流到其他路嘅車流。譬如好似之前將南隧道開通嘅時候啦，喺整體嚟講，成個區域嚟講咧，由將軍澳區出去市區嗰個行車時間咧，係需時係大大咁樣減少嘅。咁中九龍幹線都係一條3線嘅行車隧道啦，咁當中需要可能停交通燈號嘅時間嘅路段亦都比較少啦，時間優勢咧都應該係會比現有喺九龍市區嗰個路段嗰個為快嘅，從而咧係提升翻我哋巴士喺公共交通嘅運輸上面嘅競爭力。中九龍幹線用咗超過420億去起，政府話建造同營運嘅成本高昂，建議以用者自付等等嘅原則，所有車種全日劃一收10蚊。相等於大概90%嘅基本營運費，預計每年可以為庫房帶嚟2億5700萬嘅收入。李耀培從事汽車業超過40年，佢話唔理揾食車定係私家車，咁揸車最驚嘅就係燈位。17、18、19、20、20幾個燈位。亞皆老街咧，其實有好多啲燈位啊，同埋都會塞車嘅。800米後喺第2個紅綠燈轉左，前面紅綠燈路口直行。佢呢日下晝5點幾由藍田出發去油麻地。雖然已經唔算係繁忙時間，不過一落到亞皆老街，每行幾分鐘就有燈位，車流都開始慢落嚟。即係而家你仲未去到高峰期，如果高峰期一路塞車。轉入窩打老道更加接住有7、8盞燈。前面紅綠燈直行，直行過當前紅綠燈後走右邊兩車道。今日唔係咁塞車，但係都好多嘅燈位啊！咁你何況真係好繁忙嘅時間咧，你過唔到第一個燈咧，其實個個燈位你都要停車嘅。嚟緊中九龍幹線大部分路段都行地底隧道，全程幾乎冇交通燈。李耀培認為有一定嘅吸引力，不過錢同時間，佢相信唔同司機始終有唔同嘅考慮。通常收費嘅繞道或者橋等等咧，都係有代替道路嘅。如果要俾錢嘅道路咧，一般咧我哋揸車咧都要考慮清楚，你有冇咁嘅需要。譬如話，如果你趕時間嘅，咪俾錢咯。係好唔趕時間嘅，用車嘅人咧就會睇錢份上咧，因為好貴，所以咧就少人用。揸車到一啲代替道路或者一啲免費嘅道路。根據政府嘅估算，如果中九龍幹線收10蚊，喺繁忙時段嘅使用率會有81%，即係仲有超過1000架次嘅剩餘用車輛。而分流之後，亞皆老街使用率有望降低30%，去到82%，龍翔道可以減到100%。不過加士居道天橋嘅使用量減1成之後，仍然有124%，代表擠塞嘅狀況超出可控制嘅範圍。至於中九龍幹線唔收費嘅話，繁忙時段嘅使用率就會升到97%，接近用車輛嘅上限。但係亞皆老街同埋龍翔道嘅使用率就可以同時降到低過100%。
而加士居道天橋雖然使用率仍然係會有115%，不過都回落到可以控制嘅範圍。有立法會議員話，收費水平對調節車流嘅作用，過往一直係重要嘅考慮因素。收呢個10蚊嘅一個情況咧，其實主要係由一個收回成本嘅嗰個角度，即係收回經營成本嘅角度咧去考慮呢件事啦。但係咧去到繁忙時間咧，其實一定係效率行先嘅。咁效率行先嘅話，其實係講緊個車流管理，希望即係有翻我哋比較暢通嘅一個交通，咁啊令到咧唔會即係每條路大家都塞死。其實嗰個流量管理係更加重要嘅考慮咯。翻查01年嘅立法會文件，當局曾經明確話，由於中九龍幹線唔打算收費，所以唔起收費廣場。去到2017年，當局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仍然冇提過要收費。嚟到通車前半年先提出收費，運輸署就解釋係因為而家實施咗易通行，有更大嘅條件同埋空間去收費。就唔係因為我哋有條件可以收啦，就變咗我哋一定要收。我哋有錢嘅時候呢樣嘢就唔理，冇錢嘅時候咧就盡量加多啲。你考慮一條隧道或者係任何一段公路，究竟應唔應該收錢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比較統一嘅清晰嘅原則同埋個價值觀嘅。而家全港有19條隧道同埋主要幹道，咁當中10條係免費。政府話喺度全面檢視緊，要點樣平衡收回成本同埋調節車流呢？我哋下一節再睇。收8蚊嘅尖山隧道由3段組成，呢段大圍隧道全長淨係得500幾米，揸車半分鐘已經行晒，係全港最短嘅隧道。呢條係全港最長嘅屯赤隧道，全長超過5公里，但係就唔使收錢，有啲收，有啲唔使收。隧道收費係點樣去釐定嘅呢？嚟港島返工嘅黎生 Craig 呢日6點收工，準備揸車返將軍澳嘅屋企。今日咧，我哋就係我收工啦，咁就係而家喺林士街停車場，咁咧就會經翻呢個中環繞道，跟住經呢個東隧，咁就翻將軍澳我日出康城嘅屋企啦。姑姑媽話俾我聽咧，今日需要31分鐘。呢程車佢要行3條隧道，第一條先經中環灣仔繞道嘅隧道，就算放工嘅繁忙時間都好暢順。如果唔係咧，就會行告士打道啦，咁嗰度打晒交叉，都係塞車㗎啦。佢舒緩咗中環嗰啲塞車啦，有咗繞道真係真係呢個一大功績嚟嘅。線向2號幹線，九龍東行走。去到東區走廊接近東隧，開始有少少塞車。放工時間星期5係正常嘅，如果假日嘅話咧，可能再遠啲添。咁塞咗大概6-7分鐘，去到東隧口 ，Quick 話都比以前好得多。隧道收費調整對交通真係好大分別啊！之前咧係有理冇理都塞車嘅，咁而家調整咗之後咧，5點半打後去到6點鐘先開始塞車咯。咁好多時候5點半前咧，呢度都已經係都可以暢通無阻咁去經過。政府2023年開始實施3隧分流，透過分時段收費調節3條過海隧道嘅車流。好似 Craig 咁，繁忙時段行東隧要收40蚊，比非繁忙時段貴20蚊。出隧道之後咧，就應該可以暢通無阻啦。咁出咗東隧，佢再轉落將藍隧道，全程20幾分鐘就由上環返到將軍澳。沿途3條隧道，1條收錢，2條唔收錢。Quick 話唔明點解咁樣定。睇到而家嗰個海底隧道分流，咁繁忙時間明顯係少咗車嘅。呢個就係收錢嗰個功效咯。要分流某啲繁忙時間塞車問題嘅話咧，最好喺塞車嗰條隧道度
派翻一個合理啲嘅價錢，咁就可以分流到咯。如果需要有時趕時間，我都會行啲貴少少嘅道路啦。貴少少就唔塞啊嘛，咁我會揀貴少少嘅路嚟行嘅。而家全港有19條隧道同主要幹道，咁當中10條係免費。今年嘅財政預算案話，政府投入大量公帑起呢啲基建，有必要檢視收費，體現用者自負、收回成本嘅原則。你喺機場，你一個禮拜返幾多人工啊？咁樣。而家將藍隧道同埋鄰近嘅將軍澳隧道都係免費。嗱，雖然呢兩條隧道每年嘅營運開支合共要過億，不過有當區區議員認為費用唔應該由將軍澳嘅居民負擔。將軍澳居民咧非常之依賴呢兩條隧道出行嘅，咁係區內嘅主要嘅幹道啦。咁返屋企冇理由要收錢啊！將軍澳都係一個東九龍嘅一個最右邊嘅地點啦，咁我覺得呢啲交通係市民必須要經過嘅咧，呢一類嘅佢唔係話即係越出遠行嘅地方咧，翻屋企啦嘛，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咧係繼續維持唔收費。咁政府一方面話要收翻成本，不過根據當局提交俾立法會嘅最新文件，用咗150億嚟起嘅將藍隧道會維持唔收費。而同樣維持唔收錢嘅屯門赤鱲角連接路，造價更加要460億。其實政府根本係冇一個收費嘅原則，或者佢係冇一個統一嘅策略咯。而家肉眼可見咧，其實屯赤成日會有啲塞車嘅情況嘅隧道啊或者道路咧，其實進行收費，其實最大嘅目標都係管理車嘅流量啦。定價定咗之後，揸車人士其實你當佢係一個消費者，佢又會判定佢嘅時間啊，同埋佢俾嘅錢去進行佢嘅路線啦。住喺沙田嘅 Ras 每日要搭2程巴士去北角返工，轉車嘅地點就係大老山隧道嘅入口。呢度人多車多，巴士都要塞一段路先至埋到站。由細住喺沙田咧，就都見到大老山隧道係真係由細都塞到大㗎啦。因為中途嘅路況關係咧，咁嚟到隧道口嘅時候，嗰個到站時間都係幾飄忽嘅。咁啊，等車時間就都不定咯，可以話。咁上到巴士 ，Ras 同平時一樣冇位坐，要企大半個鐘頭先至落車。不過佢話，自從3隧分流之後，東隧已經塞少咗。佢企嘅時間亦都少咗。以前最塞嘅時候，可能真係喺觀塘碼頭已經開始塞車㗎啦。咁啊，分分鐘4-5個字先至入到隧道。咁而家就好啲嘅，咁係已經改善咗嘅。咁車程上可能就即係短咗5分鐘左右啦。3隧分流嘅成效顯著，但其實喺2017年，政府曾經研究6隧分流，即係除咗3條過海隧道。3條連接沙田同九龍嘅隧道，亦都透過調整收費，鼓勵車主喺繁忙時間由經常塞車嘅大老山隧道同獅子山隧道轉去行比較少車嘅尖山隧道。如果參考翻3條過海隧道嘅收費嚟講呢，咁我覺得大老山隧道啊、獅隧同埋尖山呢，咁如果繁忙時間就一齊提升少少個私家車收費呢，咁可能就非繁忙時間就減少少咁樣啦。咁係咪能夠好似即係過海隧道咁樣，能夠達到一個時間上嘅分流呢？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值得去思考嘅地方嚟嘅。不過當局第2年就話要等2023年大埔公路沙田段落成先至再檢視。到呢條路起好，又話要評估埋收返大欖隧道同 T4 主幹路開通對交通嘅影響，之後先再做決定。冼耀昌認為要控制車流，3條連接沙田同九龍嘅隧道收費要盡快調整，做到道路嘅合適嘅分配咁樣咯。當我哋真正做到呢樣嘢，咁就會減少一個道路嘅擠塞。佢對呢個收費管理或者係喺車輛需求管理就一直都冇點重點嘅理會咯。當政府冇呢啲策略嘅時候，咁喺市區嘅擠塞越嚟越嚴重，咁都係唔難預見嘅事啊，就會 keep 住出現咯。所以我哋即係覺得政府其實係要盡快要有一個收費嘅策略咯。不過揸車嘅人就覺得香港冇理由要再收路費。坦白講翻啦，我哋買車
第一次就有個首次登記稅啦，咁啊佔咗60%至到差唔多100%嘅車價啊。咁另外嘅話咧，亦都係要繳交我哋嗰個車嘅牌照費用咧，係嘛？甚至而家嚟計，即係當講真一啲，有車嚟計，每lit油都抽我哋6個幾銀錢嘅稅啊！咁所以咧，喺汽車方面咧，揸車咧，其實而家都係一筆好大嘅費用。佢擔心，如果隧道費收得太貴，唔單止起唔到分流嘅作用，長遠仲會影響本港嘅商業活動。其實唔係淨係一笪地方收啊嘛，你一收嘅時間，啲隧道又要收。有時有機會一日嚟計嗰架車行2、3轉都要收錢㗎，唔係話單程收錢啊嘛。咁所以呢一度咧都希望政府要慎重考慮啦。政府再去諗某一啲地方真係要就係收錢咧，都要合乎民生嘅。過去20年，本港道路嘅總長度增加咗唔夠15%，不過同期攞牌嘅私家車數目就增長咗超過60%。冼耀昌認為，私家車越嚟越多，始終要靠收費控制車流，先能夠為社會帶嚟最大嘅經濟效益。其實咧，道路收費呢樣嘢咧係管理車輛需求嘅一樣好重要嘅工具啦，喺全世界其實都係用緊㗎啦。始終香港咧地比較少啦，同埋車輛嘅密度比較高。我哋覺得即係完全唔收費就係一個即係最壞嘅情況出現啦，冇做到任何嘅車流去分流啦，或者管理啦，令到地面越嚟越塞車啦。中九龍幹線年底通車，政府強調唔係為收費而收費。咁全港隧道若果要調整收費，點樣平衡交通管理、經營成本同埋市民嘅負擔能力，值得政府研究。今集新聞透視講到呢度，再見。